日就去咗清宮揾咗阿婆，咁就幫我俾咗上去啦，冇帶架車去，佢就睇我個座椅，就因為我拎翻架車出嚟都係呢幾日先開始踩翻，咁就個座椅都好痛，整到摩擦得可能太犀利，舊嘅老化咗。咁啊，俾佢睇，佢俾咗上去睇啦，佢就話介紹咗我換個座椅啦。今日我就坐先，咁我就推埋架車今日去俾佢搞搞，轉頭再同大家講。今日俾佢整完之後咧就幾好嘅，咁就硬身少少啦。咁我就唔係好識嘅，其實單車配件啊，各樣嘅常識，就比較摩擦力少啲，舒服啲。咁啊，正式就係上個月24號嘅時候先開始正式玩呢個 game 啦，有少少閃電啲。咁啊，第一日就先知道開金幣行種花就有金幣嘅，咁啊淨係賺咗15個金幣。第二日開始就每日都堅持住行路或者搭車啊，或者其他方法賺晒60個金幣。咁啊諗住可以開嚟開下空間啦，或者其他用途啦嚇。咁啊，今日就已經嘈晒㗎，今日已經做完晒啦，已經種咗2萬幾個花啦。咁我就爭9萬幾花同埋9000幾朵花同埋少步數就升到55啦，就可以有40隻皮皮啦。小號就遲1個禮拜左右玩啦，咁就而家係40 level， 又係啱又係爭9000幾個花，升第41 level 啦。咁啊〜佢就已經踩咗15K 左右啦，6個圈，同埋行路。咁睇今晚，不過而家又開始到晏晝傍晚時，傍晚就落咗啲雨，而家又好似冇落雨，但係好似都有啲雲。睇可能盡量踩2到4個圈就收工啦，留翻聽日咯可能。啱踩完一個圈翻嚟，而家種咗2773朵花葉。咁啊慢咗少少啊，今日頭先比較擠塞少少，有一段路，咁啊用咗15分鐘左右。咁啊通常每踩完一個圈我都飲水啊，休息一下先2-3分鐘再繼續踩。咁啊天氣都麻麻地好似，呢排都係咁樣。咁啊可能踩多個圈就唔踩住啦。咁反正我今晚打3到4場鋪，跟住嚟緊嘅月份活動又係要種花，咁可能留翻半夜或者聽朝早起身前後再踩車嘅時候先一次過處理埋。好，踩完2個圈翻嚟，就28分鐘29秒啦，5115朵花，手錶都係差唔多啦，29分10幾秒左右，未停，而家要停。都冇關係嘅，因為今日都做晒。總共一共用咗143個花瓣啦，29分鐘左右，差唔多啦。因為每30到39個皮嘅隊伍就係每12秒扣1個花瓣嘅，即係1分鐘5個左右。去到40個嘅時候咧，就每10秒扣1個。咁平均即係而家係一個花瓣就製造咗35.7朵花啦。咁今日慢咗少少啦，同埋今日個休息時間比較耐咗少少，咁就都冇乜所謂，都35.7。行路通常如果我行5個 km 嘅時速嘅，都係得20左右，都差唔多多咗70到1倍。多謝大家。